一身好本領，情關始終闖不過，柔情蜜意，亂揮刀劍無結果，流水滔滔斬不斷。情絲百結衝不破，刀鋒冷，熱情未冷，心底更是難過。無情刀永不知錯，無緣分只貪奈何。對死不會驚怕，離別心凄楚。人生幾許失意，何必偏偏選中我？揮刀劍斷萬約。相識注定成大錯。刀永不知錯，無緣分只貪奈何。面對死不會驚怕，離別心凄楚。人生幾許失意，何必偏偏選中我？揮刀劍斷萬約，相識注定成大錯。揮刀劍斷萬約，相識注定成大錯。甜甜甜，乜呢叫做鳳姐咩？確係甜，可惜個店名呢欠自然。風雨龍亂配真係笑話，你應該罵我結鳳亂。今日龍鳳店擺下龍鳳宴，個兩家確係龍鳳配得好啱線。乜你禮教都全面，有心點菜就快啲啦，唔願聽等到你埋年。任你龍場鳳宴，叫金森沙石画院。为什么叫金森沙石画院呢？这个画院就是以我们这个画家的名字命名的。这个画家现在还只有47岁哈，叫李金森。
那为什么这个金山画院要值得大家一起看呢？李君生是出生于土家族的哈，土家族土生土长的，因为家里面很穷，那小时候呢对画画很感兴趣，那家里面穷呢买不起那些颜料跟染料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发现了，因为我们张家界这边都是独特的石英砂岩地貌，要是把这个石英砂岩呢磨成粉末，再跟这个树皮、稻草一些天然的东西呢，一点一滴粘贴上去呢，后来他就创作了一种就是我们的金生砂石画，在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张家界这。中国的五清河、黄河、吴河汇入的一个壮观景象。这是画家呢，他利用带着沙石独特的质感，把黄河大气磅礴，还有雄伟壮观的一面呢，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么画家。睬我啊！唉，無奈你好啊，似隻高鬥貓。你太無味，我亦無懷疑。向雅你啊，怨怨氣，叫人哋係咁想住你呢，又去揾別個。好啦，揾到你心中意啦。忙拍拖啊，今晚啊共你睇戲啊，我哋趁個好機會，可以傾付費。怨氣哈，我實情係啊，好鬼想你㗎，每日有3幾次噃。向你攞便宜，不過想開心下咋，就無別意同你傾下。我一心愛慕叫花你，點知你咁叫鬼我啊，又一語難睬我啊。似隻高鬥貓，你太無味呢，我亦無懷疑。向雅你啊，怨氣，叫人哋係咁想住你呢，又去揾別個。好啦，揾到你心中意啦。
切身房，地夫吟詩淚在眉那，聽雅揚門開。